一直以來，教育局都致力推動理財教育，通過課堂內外唔同層面，包括編定學校課程、製作學與教嘅資源，同其他夥伴合作、合辦學生活動同埋比賽等等，讓同學學習正確嘅理財知識、方法同埋技巧，並且建立穩健恰當嘅理財價值觀、態度同埋行為。正確嘅價值觀同埋道德操守，亦都係金融人才必須要具備嘅素質。喺變幻莫測嘅金融環境當中，我哋更加需要堅持理性、誠信、堅毅、責任感呢一啲嘅價值觀。喺獲取利潤嘅同時，亦都要關愛他人同埋環境，為社會創造價值。我哋作為金融專家，點可以將我哋所有嘅金融知識攞嚟呃人？即係2023-24學年呢，就開展咗更加豐富嘅節目，就係一個理財教育學校獎勵計劃。我哋希望鼓勵更加多個學校咧喺課堂內同埋外咧係推動理財教育，同埋表揚好多咧致力推動理財教育嘅學校。咁呢啲嘅新嘅獎勵咧，我哋都好高興見到嗰個嘅反應都好熱烈嘅。咁咧就係亦都見到咧係學界咧對我哋理財教育嘅支持。我學到嘅聖經理財密碼係施比受更為有福。理財係一種習慣，更加係一個學問。我明白啦，咁你又明白未啊？